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要带您到桃园大溪来品尝豆干。因为有一家豆干店非常的特别，它是不放防腐剂的，把客家年糕用的焦糖拿来当天然的卤剂，用焦糖卤了4次的豆干，风味很独特。今天带您来品尝这样不一样的豆干。不论假日还是平日，大溪知名的豆干店人潮络绎不绝，这么受欢迎，很多人是为了这个乌豆干而来。这是我们卤3到4次的手工乌豆干，然后可以直接食用的。黑得发亮的乌豆干已经传到第3代，只是原本的豆干可不是长这样的。第1代是雪白，没有任何颜色，不过很容易腐坏。加了盐水之后可以多撑1天，但卖相不佳。所以客家奶奶想到加入客家年糕用的焦糖当天然卤剂，能防腐又美味。那就发现说，客家年糕部分好像跟这个部分可以用得上，所以说就刚开始是把那个豆干拿去炒。那个年糕的部分，那才发现说，它可以放得比较久，所以我们干脆用这个黑焦糖部分去做卤剂，是这样子。把豆干裹上焦糖真的不简单，要让口感不会苦涩，来回卤上4次，所以他们的豆干很有弹性，也够扎实。像我们家的豆干中间不会有一个洞一个洞，一般市售豆干中间就是一个孔一个，那就是没有那么的扎实。客家奶奶用应景的客家精神，再加上私房技术，创造了独门的客家豆干。这个豆干是我们一般餐厅他们在做客家小炒专用的豆干，因为它是2个豆腐包过2次的包工，然后它会特别的扎实。最特别的是，他们不止豆干飘客家味，连包装也走客家风。客家花布包的是招牌豆干，光是豆干就研发了数十种的口味，民众赞不绝口，也有很多人远道而来买来当伴手礼。我会很想寄到美国给我儿子他们品尝，可是非常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还有豆腐乳，除了飘客家香，连包装用的瓮也能唤起客庄腌制食物时的古早回忆。从提味、创新研发到特色包装，客家新生代用心传承独门的豆干文化。焦糖层层晕染，染出天然无添加，染出扎实乌豆干。客家奶奶的智慧传承3代，用铜花包装味蕾的记忆，用花布惊艳感动时刻。